大家有看《大力女子江南顺》吗？那今天我想要介绍一下这个韩剧里面的一些东西文化，然后还有教大家一些里面的蒙古语。那第一集影片的开始其实是一首蒙古语的歌，那是蒙古非常知名的一个乐团叫做乌黑，他们唱的乌黑。那一开始我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想说，韩剧赛还没有开始吗？还是只是在帮乐团打广告而已？那后来发现是他们参与了，就是这个韩剧的演出，我真的超级无敌惊讶的。那这里就放一小段给大家听听看。那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在我的影片之后再去自己搜寻一下，听听看，这样。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蒙古语呢，是主角的名字。那根据维基百科还有南木 wiki 上面的资料来看的话，女主角中文名字叫做可汗彻彻，听起来是不是超级无敌可爱？那如果以蒙古语来说的话，它就叫做汗彻彻。汗呢就是王的意思，那彻彻就是花。那像是成吉思汗的汗，它其实后面这个汗字就是王的意思。那关于名字呢，其实还可以再说到。其实蒙古国呢，他们是有姓的。那关于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啊，他前面这个 B 的部分其实就是他的姓的缩写，那后面就是他的名字。但是呢，在内蒙的话，他们是没有姓的，所以他们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其实就是他们的名字。那我之前的室友他也有跟我说过，如果真的要有姓的话，通常都是以他们那个村庄来命名来代替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一集预告里面的蒙古语。那先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第一个，他好有乌里德贝克的，他您好有或是两，乌里是交往，乌里的现在式，那 back 是在，以韩文来说的话，其实它就是一打。那 te 就是吗，就像有点像韩文的呀呀，结尾有点直问的那种感觉。那第二个 yawi 就是走吧，那韩文的话可能就是卡扎，英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 let's go 的那种感觉。那第三个 hot idik，hot 是饭，idik 是吃，idik 的现在式。那这就是今天的3句：一，他好有威力 back day；第二，yawi；第三，hot idik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蒙古语教学，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，就赶快留言告诉我，这样我就会继续做下一集哦。拜耶斯